哎，用啊用讲。哎，没，因为是亲。剃须龟唔是在那20四丢啦，龟的啊，对吗？系啊，剃头马上就进来嘞，对吗？一脚吼，中间冇松腿嘛，冇啦，讲松腿会变起来的。来用吧。老热大擂台，老热向下來，亚白比赛哈，讲真的，他还冇看的吧，真的是十分的打爽。冇錯，非常的有看頭，有冇？哎，来到新的阶段了。沒錯，年度賽2年這樣100天，2年100哦，雙年展，對嘛？你喺個冇看到吧？真係大爽，係啊！亦係適合21季到24季嘅所有嘅前3名，前3名咧，係啊，高數中嘅高數，精英中嘅精英啊！全部都是神一般的唱將。對，嘿，哎，但是根本就冇比賽啦，冇比賽啦。主要做本塔啊，回憶下，哦，21季到24季，哎，到底係有蔓延啊？有蔓延哦。啊，可能因為接可能天使嘅朋友啊。其實記得啊，上一季呢，但是之前嗰季有按多蔓延起來，我唔記得咧。你是一季1年lang。哎，莫講觀眾朋友，連我都唔記得。我都唔記得，你真爽啊！老人家嚟，看我唔記性看唔好啦。哦，哎來，介紹先生啊嚟。羅桂林先生，總體先生，陳澤斌先生。我問他個哦，義工向書啊呀。用版講咧。哎，吉娜，你喺你節目當中講真的，董事好的演唱一條歌。正經誒。哎，今天我們不要打擾他，我們就好好的洗耳恭聽。你們可以背對我嗎？啊，不要打擾我。哦，對啦，為大家唱一首我們自己的創作。啊，那麼該講。亮啥？好，來彈過來哈。上是假，上是慢嘅，上是歡喜，上是受嘅也經驗。你總係個愛勇敢面對，唔是驚會離強下向前。釋放，留下散步，留下天空，留下平安，留下很永恆，留下數件數，留下愛幸福。家給你的風霜溫柔，給你的頭一擺，你可以愛訴。
是家家，伤是满眼，伤是欢喜，伤是笑给呀经验。你总会讲爱勇敢面对世界的力向下向前。平安，两三行强下，两三事件事，两三爱幸福。黑马萨不是离开，黑你，黑你，就黑你。数件数，两三爱幸福，两三爱幸福。哎，慢用，慢用。好了，可以了，来接你。哎，大家起来拜一下。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这个没拜怎么行呢？哎，小康老师，哎，拜一下。哎，小康老师，哎。好嘞，谢谢大家。太夸张了。竟然就是哎，哇！小骡子平身。观众朋友啊，客家嘅人才有一多诶，佢都也到电視台，也到節目啊，特別同阿哋安尼咧講笑啊，打嘴鼓啊，你看下。唔係薯片起你兩天咧，好冇？跟煙塵衝啊落去，真係不小心站到中間了。沒，哦，你的地位開玩笑了，是不是？你就中間吧。哎呀，聽着煙塵衝啊，真的嚇死大家。哎，正經我煙塵啊。剛剛好像真的就是放 CD 嘛，哦，就好像 CD player 就放出來。謝謝。哇，很緊張哎。哦，哎，愛上你了。真的。怎麼辦？那就來啊。我非常歡迎啊，乾爹。我很挑，乾哥，我很挑的呢，真的。你又很挑了。對啊。你剛不是才說，哎，我馬上又挑了。我是很挑的，但我竟然剛你唱歌唱完，我真的愛上你的聲音。哦，我要錄一段給你帶回家聽。不是這種，好吧，我們很純潔 ，pure。好，以後講真誒，有機會誒，我相信觀眾朋友今日堂體以後，我講真啊，拜託，逐禮拜唱歌了，本來就睇個堂哦。沒做的，加錢就做的。我付。
啊，真的。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下去谈谈。好，来，好，开始咗进行本塔嘅會議下咯。會議下。哦，到底要之前要按到乜嘅參賽朋友啊？係啊，睇時間要等人叫咧，係冇？好啦，係。有請 TV 來文組帶來顏料清風。課堂嘅歌嚟。大家好，大家好。12向前啊！12向前。12年啊！12都有冇衝過就出嚟？每天啊，每天啊。尤其衝嗰日，會不會一見咗？我冇一個，好嗎？那以後要讓我後面唱。不能。不好，哎呀，你後面還想再唱嗎？沒有。我們還想聽呢。沒有。加錢。加錢。講真的啊，那必須啊，上一擺剃頭冠，你是幾個？22季的。22季，啊，中間有去練習要乜嘅冇？有加強啊，你冇？7加愛加強，7加強。哦，聽講係咩減皮啊乜嘅？哦，係啊。那有啲減皮就衝唔好咧啊，越減越肥。我懂。係啊，想愛減皮啊，想講吼，就是在決賽的時候可以較粗啲嘅。較粗啲啊。係啊，唔過有減到嗎？冇啊，冇減到。可能羅哥的那個體重跑到我這裡來了。你有較粗？係啊，有較粗。我運動啊。誒，較粗啊，同大家報告啊，可以度到粗嘅。哦，可以度到粗。大家講先，可以度到粗。佢粗到15公斤嘛。係要批准了，差不多8公斤。好啦，我見咗哦，會呢，都講都唔係比賽要磨分數喎，你見咗乜嘅？家陣嗰啲廠嘅小課要見咗嘅，抖抖的，抖抖的，嚇，自然的抖音。
给冇办法，共治年期那2片就会紧张了。你还真的那个那灯光一打，是我的问题吗？下杯练习唔会，唔会吼，一起到了灯光就会紧张嘞。你还救无落来，也在舞台当方的啦。对，哦，没有可能吼。玩速录，讲真的，创体唐先生有冇好建议啊？有冇吼？来，唱国李先生，系也已经来到年岁啊，哈，当然规格会更高，哈，也还是用同样的一句话鼓励大家，让自己随着舞台进步，哈。前面讲对于文尊你的表演，就像你恰刚讲的重点，有一些的紧张往往就会把自己的实力减掉一些，但是没相关，相信慢慢的紧张了，那个随着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多，你听会越来越稳定。不单是像民意场这样子空用哈，要一点还能鼓励大家怎么样？像吉娜，她说她唱歌会很紧张，可是她跟紧张和平共处的非常好哈，这点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哈。基本上是一个小缺点，韩国一抽3%的，音准有一点点飘掉了，但基本上也都是很好啦。我对你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你曾经在我们节目里面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对不对？很多哈佛歌，像亚公的嘛，系啊，技术国的，技术国的当时感动了很多，包括评审啊，我还记得罗哥没有讲过，哇，很好听的一首歌。当有米西一条歌，当有文化一条歌。一共有几批吧？再一次常都很唱阿佛歌，好吗？好，谢谢。期待你的进步哈，加油，谢谢老师。好，安子 C， 好，今天算暖身了。对啊，唱完就放轻松了，系嘛？好，是不是？看他们紧张，有热起来了。有哦，眼咩黑了，头发吃到清朗。对啊，就那个讲啊嘞哈，系啊，一哑巴的全部是真的高手中的高手。对呀，看认真的就会能唱几关就是几关了，还在抖，看破了呀。对啊，顺其自然咯。啊，懂演。好了，加油！好，回头谢谢。休息，安子 C。好了，3號嘅入面，三號嘅入面，厲害咧！哇，王宇涵帶來有時有熱。好嚟，彈開啦。你看我们节目多厉害啊！对啊，出片歌手都来参加比赛，真的，对吗？这种节目都不放过。对啊，难怪是啊，刚刚罗老师讲的最高殿堂，最高殿堂。哥哥给挂在天堂，夜空走谁全部暗撒梦，有给这条的只属你有了，给来给多给，大家分享给潇洒，做本意强用，基本意没强用，有时有你爱记得笑面快乐。做本意强用，基本意没强用，有时有你就会看到天空。Aku rindu kamu halamanku, aku akan di sini menunggumu. Aku cinta kamu halamanku selamanya. Di sini menunggumu. Batasan kang senendo cha, 谁在投票？佛让众生绕，有给这土味，这是你有了，进来进多给，大家快乐给潇洒，做本意强用，基本意没强用，有时有你爱记得笑面快乐。做本意强用，基本意没强用，有时有你就会看到天。
山流水波风落汹涌的地方，总会聆天光，2800公里就算动人，都是爱的故乡。Aku rindukanmu, kamu halamanku. Aku akan di sini menunggumu. Aku cintakanmu, kamu halamanku selamanya. Di sini menunggumu.哇哦，哇！哎耶呀，你好哎呀，哟，小露露哎，就是借着要不然来唤起記憶哈，嘿嘿係啊，不，他個影視劇以外呢，佢係特別哈演唱自家創作嘅歌曲，自家創作嘅新嘅專輯點連樣讀嘅歌曲，全集都帶來了。哎，有時有日咯，就是有日哎呀，哎，這個你看我們節目多厲害啊！對啊出片歌手都來參加比賽呢，真的，對嘛？這種節目都不放過。對呀，不會是啊，羅老師講的最高殿堂，對吧？最高殿堂。裡面8首歌，哦，对，没全部错，自己創作的嘛，对，全部自己创作的，都完全都自己弄。独立制作，对，超強，就是我们有一个工作室，然后我们一起就是从音乐制作到后来拍摄到专辑企划，然后以及代发等等等，都是基本上所大概以80%左右我都有参与。混音或者是那個混音就是 mastering 都是我们自己都找的，哦，对对对，你们自己找，不是自己混嚇我一，跳对对对自己哦，混那個要混音，有那些都專業老要專業的師錄音室、專業的設備，這樣有辦法啦。對啊，加去調下新的歌嘅吼嘿，大家多多支持哈。對啊，係啊，有興趣咩都再請一下 YouTube 哈，有 MV 呢。对，没错，有特別 MV 啊有就是音樂 MV，对对对，哇，好棒啊！哎呀也謝謝你來參加啦。對啊，真我也還可以繼對，續，哎呀，壓力很大，剛剛完全懂吉娜姐說的，真的是不是？對，真的。哎，奇怪，根本就唔要比賽啊，他還會緊張哦。我呀，呀太冷了啦還是有可能評審老師在現場啊，抖你的幾多下面很多，怕唱不好，萬一出錯還是會。有那個陰影在。有。哎，好啦，聽來啊老師講一下好不好？慧茹老師想必欣賞。哎，我今天听雨涵唱歌，那跟以前又不一样，我觉得你更进步了。我觉得好享受，对我非常非常的享受在你的音乐里面。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地方哦，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就是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出片的歌手，可是你要跟大家一起比赛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如果是我觉得我心里的压力会特别的大。对，是的，是哈，对，但是我觉得你很棒，就是说你出片，但是你还是能够回到我们的这个罗老师说的这个最高殿堂，我们来这边跟大家一起的彼此学習，然後分享音樂，我覺得很棒。那很期待在未來比賽的日子當中，一直聽到你很棒的作品，然後也聽到你在跟這麼多的最精英的選手們一起 PK 的時候，你能夠依然這樣子平常心的表現，我覺得這個會是我們非常期待的，對，很棒，加油！好，謝謝老師。其實你也不用有壓力啊，說真的，因為你也已經算唱片歌手了。就是這樣壓力才大。沒有，最主要你就是借這個機會，這個平台啊，做到好嘅時候，你自己創作歌本，大家彈啊。哦，哎呀，你就用這個想法，你說你就不要想說哦，我是來比賽的。好，好，加油！好，謝謝你的專輯哈，謝謝。來，回頭收集哈。好來，殺下來，殺來，迄邊先帶來最強嘅阿婆。好來。
解壓迫，離婚時頭來出聲，帶動三度魔術頭，從誰在草地先放，從家後為自己，總在做工的勇敢。自尋光穿丛裡，擦擦破，你談什麼？去過哪個會給我應該有三個世界，全部沒愛辛苦做慣累。辛苦做慣了，含淚含落手腳袂家己，來了背給路應該有三個世界，全部沒愛辛苦做慣了。手腳袂大家，人生講你卻水漿解壓破。黄义翔，他现在瘦了，啊瘦，他真的嘞，凶呢。有一点点。旁边的人研究讲，他真的现在瘦了以后，这个角度什么的，全部都型男呢。有，还在努力，还在努力。你是有持续有去慢跑运动哈？其实一直都有，但是最近吃比较少。最近比较少。对，就是吃的量比以前控制，就是那个饭呐，就切一半。不要吃一碗，不要吃淀粉。对，淀粉真的很容易胖没错。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我也不吃，我马上吃米饭啊。哎呀，如果说今天的菜很好，或是家里有多做了一个什么瓜牛有没有？或是什么卤肉啊，你不能不吃饭，你受不了啊。对啊，就会弄个半碗饭，一咪咪，对不对？然后吃一大块肉，或是家里今天有个炒饭啊，肉丝蛋炒饭，然后又加了那个火腿，又什么你不吃对不起自己。对啊，这样不孝顺。我都相反了，怎么办？青蒿吃饭呢？青蒿吃饭只会伤害你啊。不看饭。有啊，有行出人，那平时老师在窃窃私语说他进步好多。哎呦，真的，真的哈。所以我是讲亚是不是他还某款的那个打送呢？真的，不会啦，不会给秀数宽。还是有点紧张啊。紧张，但是听不出来。这里的气场就是紧张啊。对，这里的气场就是一种压力。四面八方都在看。全部都是专业的，都对着我。还有评审坐在那边，你看，已经麦克风拿起来准备要讲你。来，这位老師，丁生以後，其實我家談其從鐵機嘅時間。我其實就被你感動了，這是你過去的比賽時間冇本來感覺。其實比賽後半段的時間，才會譬如說在一首歌裡面的一首歌叫後半段，我才會覺得說，他好在歌裡。可是今邊我看到你騎到舞台踢着同走的時間，我就知道你進步很多，就是他腳已經放鬆了，他現在會站很鬆的腳。以前你唱歌我記得他一定要有一個麥克風 stand， 然後他有一個東西可以輔助他，不管。沙來比賽用白顯，你記得熟悉啲就舞台，第一就舞台執個前度之架，
有一种方法，就是我再回到一开始我来这个比赛的初心跟那个初衷，然后再加上你2段时间，你自己来练习，我觉得冰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整首歌，你的声音是不是有一点点状况，还是本来就有一点状况？因为我大概在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听得出来哈。然后起床之后发现，哦，那个电风扇直吹着我，然后就过敏了。阿龙讲哦，他是会唱歌了，他反而会运用这个声音，让他这样的声音变得懂后堂，很有个性，比之前对，而且会辨识度很高。但是不是叫你伤喉咙，还是要养好，只是说你要记得那个让你自己不会那么不舒服的发声方式要记起来。最近有一个歌手的声音也是很特殊，叫严仁宗，有没有？哦，他就是那种感冒嗓。就是哑哑的。感冒他不是烟熏嗓，他是感冒嗓。但是哇，这很有味道。个人特色。对，有个人特色。后来给其他人家演出赛那个表现，好吗？很期待你接下来唱什么歌，加油！好，谢谢，这一次老师们也伤脑筋了，真的。好，加油！谢谢。好了，好，谢谢冰胜。我杀了呀！杀了，你请你回来。王子家带来好风嘞，特别客家。好，特别客家好风的啊。客家主題公園，歡迎來了。水田水人，親愛嘅北港，黑上好風光。台北嘅黑面，無即假嘅事業，上班做工作順利，講少自己非講客，客家主題公園，聯絡黑人嘅感情，燃料兩天講客話。燃料山坡打最古，凉风起人之行茶，我把笋冲的山坡，行过快速路岔流，公然就在这条线。客家主题公园，分享来了。親愛嘅北港，黑中好風光，客家主題公園，歡迎來了。真班起強你們嘅發通，文化辦事中，台北客家，空地都市叢林都。分享來了，水田水人，親愛嘅北港，文化辦事中，客家主題公園，分享來了，湛藍氣強，你們嘅發通，黑中好風光。主題公園，歡迎。了。哇，Guitar Fans 都出来了。哇！哎呀，这太棒了哈！很沾到啊！客家人才真的很多。
嘿，正经。对呀。刚我讨厌你毛汹涌毛汹涌哎，活力四射。对对，现在疯疯癫癫啊！哎呀，有点喘哦，你要喘一下哦。你怎么瘦到这样啊？你要超烂的喏。因为靠那个研究所。哦，读书会超多啊！都冇停通。应该没有读书呢，我们读书有用咯。用那較多有V 到那個比賽有準備有下新的歌曲。哦，有下新的歌曲。你話按認真呀，按一比賽對你嚟講可能無算乜嘅呀，對嘛？係啊，可能係啊，愛唱那個研究所的高台歌手。講有人鬧研比賽啊，有沒有？每個研究生都很不快樂。真的。為了理想與抱負。對。所以你是致力想要屯客家嘅做我研究係做種族化留種族客化。種族哦，漳州那邊，後來化留即係話客化嘅毛穹湧比較，我做比較。就像我到廈門，然後到泉州、到漳州，3個地方其實距離沒有很遠，大概就是100-200公里這樣子。那個語言完全不一樣。毛穹湧，他們說漳州話。在罵我嗎？就像人哋客家穹湧啦，就是講毛穹湧嘅穹頭嘅毛穹湧嘅，你就會談是。研究了就錯咧。跟冇想講愛往其他語言來發展係。有啊，我有想就係講人哋實驗客化留共同化嘅比較。我不應該這樣講，研究計劃，這樣有人會做。所以講其實做定研究懂多東西，但係就係講先留碩士先比較，先去讀安尼。讀好來，對啊，他們的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先留那個轉系愛發行啊，個轉系，先卡來轉系，啲那個7月份嘅時間會發行。哦，會出來，好多留客家。去年沒有出去講誒。去年有比賽，單曲聽啦，係啊。廖叔哥按到虛擬一片麥田，就係之前有比過嘅虛擬一片麥田。虛擬一片麥田。得到有唱歌嘅。得到那個去年2019客家流行音樂大賽。提名大頭名，哎，真的是掌聲給你鼓勵一下。好了，衝出來了，衝出來，剛剛看到一個很棒。對啊，我們來回憶一下評審講評的感覺。來，唱一下郭李先生。哦，郭李老師來。我也講了一句，剛才這位老師講同樣的吧。今年嘅演賽會非常好看，非常精彩。好看啲呢，主要美味嘅強項。老一個有點毛穹湧哦，但是大家都是唱腔派，像吉娜呢，那就是比較沒有看頭。不是看頭，豐富性。老師你眼睛不好。豐富性就太美好了，那已經太完美了。我們現在聯賽裡面，你看有的是以個人是在很強烈個人風格的取勝的，像之家這種，也有這個。創作歌手取勝的，也有聲音感情堆疊很厲害的，或者是唱功也很好的，每一個人強項都不一樣，所以好看在這裡。哎呀，這個種期待演出嘅最後6強很慢演哦，會，我印象中啦，以往哈，我們拿的有一個很奇怪的那個，就是每一次的冠軍呢，第1名、第2名、第3名那個分數都差很大。我相信今年的。這6強，他們分數差距會很拉鋸，會不會很大？為什麼？如果你們再繼續朝自己的實力就去走，去發展你的實力，用那個當你最好的武器去跟別人比，這樣子，那個分數，因為每一個人那個優點都不一樣，每個人特色某空央嘛，所以有人與這個取勝，有人與那個取勝，那個成績真的是會讓我們評審很頭痛，就算出來會很些微，很些微。太感小心了哈，今年的聯賽會很精彩，很好看。觀眾朋友大家拭目以待，鎖定。自家加油，就是這樣就對了哈，加油加油。哎，什麼什麼？加油啊！真的，我也期待你的專輯。對，當看好啊！嚟沙嚟本波嚟。來精彩嘅鳳城路，大家啦。當初木處看不清楚。
绍，你们可能对一个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啊。他算是我的前辈呢，他以前就在秀场，在一些舞台上就已经有演唱过了啊。他应该是属于那谢雷那一代的，有点那些的，差不多啦，关键头啦，我们差不多。当初莫处，看无清楚，将来为伊输痛苦。想到迷茫变成一场空。给了条路，你喊你不知孤独样办，爱强勇，喊起一个人孤身电台，心爱的你，幸福。在故乡，此心不变，望伊去听，一生强心土。你喊伊，不知孤独样办，爱强勇，喊起一个人。孤身电台，心爱的你，幸福途。爱在故乡，此心不变，望伊回头，一生强心土。好久不见了，哪有好久？哪有好久？那24几个对吧？你知道送一个月听听的，给我们真好久不见，对吧？就有点那个老人痴呆了。对，要不然参加讲，这对你来讲，因为压力动态哈，对吗？但是你有运动家的心，我有参加就已经很感性了，很感激了，因为这些都是年轻的歌手。这个是要长江后浪推前浪嘛，是。我们推他们出去，他们成名，可以赞。没了，他客气了。没有，不是，因为这是一定的，不是不一定。李大哥，我跟你们介绍，你们可能对一个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啊。他就是刚上一届24届的这个第三名，对，4大天王之一，艺名黎明，要加一个好险。早期香港4大天王黎明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取名叫黎明了。黎明是向他借镜的，他算是我的前辈呢。他以前就在秀场，在一些舞台上就已经有演唱过了啊。他应该是属于那谢雷那一代的。有爱慕，差不多啦，看下头啦，我们差不多。你就可以差不多，你用差不多。还慢一点，差不多呢。差真多嘞。不会啦，我要不然因为进入这个眼突衰，他本来有一度想放弃。对啊，对，哎呀，为什么要放弃？不是放弃，因为我觉得说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可以参加季赛，然后一直参加到最后，一路走来呢，我是觉得说，这个是
给他们年轻人去。哦，对啊，都是你们年轻人害的。也不是这样啦，也不是这样。对，机会要留给鼓励一下，好不好？把他留下来，留下来，真的。这是运动家精神。运动家，老人家该休息了。录影录太晚了。对，真的是太晚了。啊咧，从头来嘛，唐先生来讲呀。老师好，金帅哥你好。老师好。我觉得金波尼你唱的真是太好了，真的很感动。我刚才我跟哲伟，我们就会说今天唱的真是很好。真的我在这里要说，如果你放弃，我们会觉得非常可惜。你知道吗？每一次你冲过去，你最大的武器就是你非常的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年轻人需要跟你学习的地方。那我觉得今天很棒的，你看前面有出片的，有进步很多的，有蹦蹦跳跳的。可是今天你站在上面，你竟然你表现的是这么的好，把你自己最强的地方，你整个的完完全全把这首歌的精神都唱出来了，所以你一定要继续比赛。我非常期待你在最后这个年度赛里面每一次的表现，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听你唱歌都让我觉得很棒。你把每一首，因为这些歌不是可能年轻人还不见得能够像你这样掌握，可是你却能够把这样传统的歌曲掌握得这么棒。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一个观众是非常非常期待来听你的表演，所以金波尼，我觉得你非常的棒，对我听的是很感动的，对，很棒，谢谢老师，谢谢。而且我们节目的那个收看观众的年龄层也很多都是比较长辈嘛，你没有唱的呀，就歌啊，对嘛？啊，唱后生嘢歌，如果爱唱唔出来，他可能锁定你呢，对咩？对啊，你一定也有你的粉丝有哦，对嘛？唔知咧，唔知啊，係真睇擺參加呢個節目啊，係啊，觀眾朋友們冇希望唔離開啦，對嘛？當然咯，繼續比賽啊，好嘛？謝謝，多謝來泰哥，謝謝來泰哥，多謝你，好，多謝你哈，殺下來一下不得了哈，不得了，劉米玲，我們節目國際化的，我跟你講，真的 international，馬來西亞，難怪啊，唱 Bad Boy，哎呦 ，Bad Boy，Bad Boy， 你的愛只有我真的 Bad Boy， 聯繫彭演聰好嗎？好，真的是要跳嘛哈？唱黑呢？這是 Bad Boy 啊？係啊。哎呦 ，Bad Boy 有客家歌冇簡單咧，彈下依就啲咯。彈看啦好。你講嘅我唔想聽，你講嘅我唔想聽，你講嘅我用來用事，我唔會每日做乜嘅，你唔是講我用伴奏，我嘅歌聲係你嘅腳步，啊原來你係那種 bad boy， 感動愛聲音常常重用，感動係愛，你講嘅理由當中，你講嘅尊重人吧，你只是添了幾個添了愛，愛你想最的做乜嘅，你唔是最的衝懵懵，愛嘅情的就講嘅幾個，原來你係那種 bad boy， 感動愛聲音常常重用，了解你放嘅錯。Bad boy， 你phải用愛莫了解 Bad boy， 我已經愛你愛你 Bad boy， 你phải用愛才無奈 Bad boy， 用愛對你講拜拜。Bad boy， 我已經愛你愛你 Bad boy， 你phải用愛才無奈 Bad boy， 用愛對你講拜拜 Bad boy， 我
我一定爱离开你的 bad boy， 你也该用爱才无奈 bad boy， 用爱对你讲拜拜，用爱对你讲拜拜，用爱对你讲拜拜，用爱，拜。哇！需要补你吗？有需要这么拼吗？要不要叫救护车啊？今天没有3分数嘞，真的嘞。因为上一次这个少唱一半，少唱一半回来。对啦，一条歌去双倍，唔对嘛？你讲的几个时间啦？因为这一首歌歌词完全整个落掉，整段落掉，哇！分数一下，对，偏低3秒。拜，一路下去啊！Bad boy， 你看 V 都批判你，为了配合你，才3下，1下不够。哎呀，很棒 Bad boy 这首歌，你的最爱对吗？嘿，你觉得他哪里有什么需要改进？其实我觉得都很棒啊，但是就是唱到那个最高音的时候，不要畏战，你是讲，你要用真音上去。真音哦。对。因为之前就是可能用真音都用喊的太大声，你怕吓到大家吗？对，就是可能感觉就是太大声不好听。哦。然后就最近有在学，就是怎么去转假音，是想说有的狗哎，就像这种动感的歌曲，就是要有一个。真音才有那种爽度啊！示范。那我可以要音乐吗？我必须要离开你是 bad boy，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让我对你说拜拜，让我拜，再拼一次吗？哎呦！高血压了我。这个真的要多炫一下。是吗？都展现一下。没，这种就是快歌，不是管它好不好听，自己开心。但是你这样一唱了，这个美玲完全这个死定了我。对，没，吃到你周得冲哎，我觉得你可以唱，你可能就是想要安全一点、保守一点。要不要试看看？还要继续没完没了。某评分啊。怎么上去啊？哎，原地罗哥。我那个不是啊。我不行，哇，地板都滑了，你看，哎呦，救回来，真的，哎呀，哇，不是这样啦，其实快歌就是这样子，对，自己在那个 grooving 里面这样，对，回去继续练习，好，欣赏恭喜他啦，赞美欣赏。我觉得这一段好好看，再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来。很棒，你知道吗？我今天讲，还听得懂客家话哦？听得懂。对哈，美玲从还是学生，2年不见，她毕业了，她也蜕变了。我跟你说，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唱的歌，在这个舞台上都是具有在比赛时的代表性。怎么办啊？我们老师什么类型都有，唱跳的也有了，我们怎么评啊？对啊，我现在担心这个。第一，第二，美玲，我觉得刚刚吉娜老师给你很好的示范。你忘记你一开始来比赛的时候，你就是直通通小姐，你要把一些直通通再带回来，好不好？像刚刚那首歌，你已经很好了。但是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再重新 review， 让你自己再回想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样那个直通通的个性再摆到歌里，因为你现在有技巧了，然后该练习都练习到了。我觉得你在这一个年度赛里面，你有你的位置，我非常的期待，好吗？然后今天的表现还是很棒，特别是劈腿还劈了2次，我就说整个独3不成理啊！不要这样子，还要再劈一次。没有，但是就是
让大家也看到你的实力，然后让观众朋友讲米领转来，好了，看2年都在里边，佢帶來物嘅好聽嘅歌曲，本太家，加油，加油！好，谢谢美玲啊，美玲辛苦了，你脚被裂掉了，对对对，这边啲散弹风啊，冲山狗，我觉得散弹风，所以一个上演非常的亮，哦，对嘛？我散弹冲咧下，有只有人行啊，劲冲劲多，劲冲劲多。哎呦，也都传统族呀，呢。期待真久了呢，前哨战啊，演都帅，但是前哨战，今日是讲真的啊，安尼所谓参赛朋友啊，哎呀，大概也唔是紧张。啊，唔是啦，开始啊都冲很久咧，系冇？没有，最主要就是这本也都回忆一下啊，本他个咩本观众朋友说示一下哦，一对朋友做安尼前四季啊，24季都听24季嘅，嘿，前3名嘅参赛朋友全部都动强动厉害，所以啊，半夜咧莫看节目啊，真的打送了，打送，真的哦，系啊，唔是紧张哈。唔會啦，睇自己坐得樣，歪歪啊，歪，當強鬆啊，結果全部鬆脱啦。係啊，踢鬆你咩做唔得？好啦，嚟介紹評審先生啦嚇。李秋霞先生、林占義先生、羅怡先生。比賽之前啊。按咩本，他咁樣變輕鬆一下，變輕鬆一下，嘿，彈一下好彈一個，有意思嘅東西，嘿，冇錯，誒，客家精神嚟，嘿，本他嘅翻譯下，你傳統嘅客家嘅意思有啲好彈嘅，真好彈嘅，劉德雄先生哦，還有劉羅洲先生啊，父子檔咧，父子檔，媳婦也帶來了，林采莉，林采莉，林采莉，哎，林采莉的大鑼鼓，好，彈開啦，好彈哦。
地球上去爬呢。唔敢，劉先生你好，你好，哎呀，今日真的非常的歡喜啊，哎呀，真的有請到人來啊，呢，係啊，呀，聽到一個米土唔當中真係真講嘅，安尼客家嘅傳統嘅米食啊，還有傳承下來，看來也沒看下來，媳婦也來了，來呀，媳婦啊，還是媳婦啊，冇上嘅媳婦，你不要亂點鴛鴦譜，一明明都林采妮呢，來，有麥克風搬啊，來，哈，哇，真係閒好啊，非常難得嘞。因為我有想到，我用做呀就出了種東西唄。你就話寫哦，去嚟介紹一下。哦，周先生，因為按前一報嘅哈，我爸爸嘅身體弱下來，所以講我只希望講做一隻記錄一樣嘢。印度嘅做啊，所以強怕講，強怕講百年歸書嘅談唔多。所以呢一種專輯按到意啊，福音意嘅意思。所以講，本來講呢一種愛我爸爸自家愛獻嘅，自家打鼓，自家唱。不過嗰兩時佢嘅精神冇咁好，所以講佢愛獻嘅他冇發吐，所以佢到旁邊來自托愛，就抄嚟哈。所以無父無犬子，你係獻嘅嗎？嘿，你係獻嘅，牛上都按，你係獻嘅係喇叭獻。喇叭獻，在我12歲時間開始學習到厲害。12歲都好多呀，跟人家一度噻。我厲害30歲。30歲跟人好多20年嘅呀。哇，個技術一定懂好啊。冇。難怪家嚟到愛到按有味道啊！因為本身嘅了解啊，劉先生佢本身吼，當然之前有參加過嘛田傳業嘅田傳業比賽平板組誒，即係名天一名都有。反正佢去比賽冇人敢講冇人敢拿第一名。其實唔拄好咧，是啊。唔拄好係啊，唔拄好楊安東年就出嚟，沒有出過表演誒。唔單止啊，呢客數中飛啊，我接要邀請佢出去。表演班呢，所有嘅外國人啊，客家鄉親啊，就來欣賞安尼客家嘅傳統之美。真的，我家嘅當然真的坐到底下那個糖哦，真係很有味道咧，係咪先？記住咧，獻嘅會帶動。獻啊！錢會帶動，因為你啊仲係獻嘅，就嗰邊你李秀霞國寶先生，佢創嘅陽情兔子啊。就用兩種嚟，他來講，你幾多人吃唔得？但是這一種，你西業來講，就按照大夫，對，國父來講就一般的醫學呢，哈，叫做國父。但是你要唱李秀霞先生，佢唱嘅陽情故事，苦情該慘嘅，就係兩種嘅獻。
大副嘅，你較大就出嚟哦。對，因為帶動人嘅創造感情，因為才會真正流露出來。真的，我啲嘅畫裝飾嘅時間，我睇到啲彩排哦，佢顯得來出來個神秘哦，個詞言咧都湧上心頭。係咪？哦，佢漢語版有幾位李秋華先生嚟演唱嘅《用情吐字》，真麻煩人拉落去挨下。你要你係容輕冇？本塔啊，你疼到你叫到馬死馬叫啊！家兄係嘅福氣啦。冇係啊，冇呀，個國寶先生做到李秋華，同世界都冇人唔識佢嘛。哦，佢作品是不是非常按公正？絕對唔會按歐巴。真，水漂嚟都出嚟啊！係啊，阿遠嚟。係啊，水漂嚟。哦，安尼希望我知道一龍전시真係睇得出來，安尼客家嘅傳統嘅美食啊。哦，哎呀，我唔買唔到啊。我唔買唔到，佢冇乜嗰啲什麼唱片行乜嘅有冇上架？沒有。問題嗰時我想去想去買嗰樣乜嘢？我想擁有一種專輯嗰樣。請矮子出嚟。就是那面前啊。面熟當紅，面熟當紅，哦，請家名啊，劉羅洲，對，家名嘅新紅音，只會做像做功德樣嘅咧，嚇，結緣體啊咧，哦，其實上你做啲基本嘅咧，哦，按那個記得那個費用。記得會記過。我係記得付係。付回郵就好。付回郵。哇，暗號啦。哦，要聽到嘛？你鄉親朋友。哎，真係，我做一種真係非常嘅讚，非常嘅好，值得珍藏。真的很值得珍藏。多多支持。係啊，哦，阿健每日多謝呢，謝謝，啊，佢不卡來啊，你嗬。別落妹啦，落妹啦，咩雙料過年，我媽媽咩雙料。哦，有天氣嚟嘛。終於找到關聯性了。500年前有關聯啦。誒，多謝你，多謝。好啦，按照看一下，哦，馬上要進行了比賽了啊。冇錯，來看一下。好嘞，按照馬上進行比賽。後頭一個啦，你嘅高數等清叫嘅。對，係。TV 嚟反映黃顯華帶來平板。好嚟，談講啦嚇。叫冇驚啊嚇！差唔多1年咯。1年了。你生二龜。
听一秒，听一秒，哎呦，哦，这个双数啦，很吉利，很吉利，哎呀，哦，按叫我练，冇看到，按中间有一好好练习吧，冇啊？练过啊，就是哈巴的，哈巴，你那么难啦。又冇比赛，唔会当站啦。讲等太久了嘿这个有艺人气息啊。哎呀，其实演艺人员懂多做遐呢。平常时都冇练习啦。平常时冇练习的。我松腿个时间练一下。哇，听下个月要开演唱会了，哇，就开始哇运动啊，健身啊。哦，你讲去改啊。就是我们啥都有。目标型的啦。嘿啦。目标型就是在因为有个目标好，所以赶快要加强一下，就会啊。那个后面不洗一下的。对，所以按有很厚的。哎呀，咁我冇练习冇按多。冇按多，我有乜个站正查冇？我有站，我有三面冇窗啊，我去站咗。哦，一個啊，搭埋等於在窗，窗到窗是哦，等於在窗，真的，你要穿冇窗哦，窗出來都冇功用，寫出嚟冇功用。知道不耶？尤其唱歌講真，對身體有幫助啊。係啊，哦，唔係講乜個跑步運動啊，唱歌是替排屁命的。KTV 底部都唱歌燃燒熱量呢。哦喲 KTV 真的嗎？係啊，不能包含吃啦，就單唱唱歌。小心 KTV 這個唱歌要小心火災啊！哦，我嚟今日衝突啦哈，係啊，所以唔是緊張，冇比賽啊，冇評分啊，係啊。當然你要先躺下欣賞啦，有怕建議嘅冇？好來，我們古董秋霞老師，古董是多的啦，這個錯哈，以前的國寶你要講古董，古董國寶，有行到路咧，個古董蝙蝠俠框，以前的故宮博物館框。好來。王顯華先生嗬，今日頭南冇按撐撐啊，講嘢真好省啊！係咪？你一講流行嘅，係啊，頭南冇要差你嘛？真的啊，你像矮頭南，矮開始一演呢，演戲如果演爸爸的話，那頭髮一定就是像會梳得像林展毅老師這樣夾頭啊，係啊，那看起來就比較成熟一點。成熟。總得會有點編髮，那就不一樣。頭髮是人的第二張臉，真的，至少背影看起來像歐巴。哎呦，他只有背影還可以。哎呦，難得冇單，自己講誒。你王顯華先生講老實話啦，嗬，你上千號，嗬，你叫拿到天嘅命冇咁容易啊，要腳啊千號，做得千號，唔過可能有幾隻。雖然冇評分冇打分數啦哈，但是唔過係一種語嘅，有一點少少嘅缺點講出來。三個都講，三個字評判4個8點，要注意。哦，你第一句有限，唔識彎起咧，你加咗了有限了，是哪節啦？你看流失是搞到你就唔會本人感覺你彎起非常的明顯。你個有限，你就彎起的嘛。啊，唔過你第3句就唔會哦。好，我特別讓你注意聽。哦，所以你是第1句的方面啊，希望你個改進加強哈。其他唱得非常非常好，加油！好，多謝主持人。沙來必須咯，繼續加油！沙雷去，不要從發帶來路上歌。好嚟，大家啦，大家。
จากโปเลียวไทยกาฝากไว้กิมนา 头发泰国好，两位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哦，佢天度是咩？21季。21季。哦，嘅咩一年人？一年人嚟咧。一年人啊。第3名。第3名嘅。嗯。哦，第3名嘅啦，吼。嘅一季當中有去好好練習，有唱安尼個憲法歌嘅標松的嘛。標松的。嗯。而家吼。從啲下研究吼，個武漢肺炎啦。哦，你愛吃呢？特會都填係嚟無好倉嚟啦。無好倉嚟，自家不卡倉啊？我本來做要去嘅呢，我要移民喵嘅嘛，係嘛？移民喵嘅，我去嘅啦，等你們愛見啊。呀，沙期啊，那會全部填出嚟。真的哦。係，是一年撈一大擂台將有好倉。哦，真係啊！佢打無好倉，你冇架空電倉咩好啊？空電倉咩做得啦？練習啦。空電倉唔會先嚟去。冇嘅感覺啦。冇嘅通力啦。係啦。講真的，係啊，講因為哎，在家裡要好好多練歌，否則你沒有那個動力啊。真的呢。有啦。哦，所以今日咁我自家創作樣板。有。啊，唔過我逐禮拜。而且有外位談嗰啲培訓先生嗬，韓國啲都嗬，其他唱歌嘅，而且做嚟吸收，咩會見到嘅學識，見到嘅改進啦。所以冇變過啊！你鬧嘢大擂台都節目嘅，大禮拜都有開演出嚟。哦，十分幫天使嗰哦，有樣。那個總是的觀眾啊！哦，安尼創得嚟嗬，安尼唐先生嘅建議啊！好，詢問先生。李先生，你從發講嚇，共黨國唔向下講係千搖套理嚇，唱歌呢氣氛當重要。喺講人都會下唱，也係唱無觀眾，也係乜嘅方面嚇，然後你現場呢種嘅感覺嚇差當多。有啦，我知道唔講嘅武漢肺炎嘅啲問題都會下嚇，我相信絕對你最有創意。喺望日聲音啊，唔可以唱嚟按靜，元氣、溫氣也好，各方面都非常嘅要標準。係喲，係感覺先好。以前係要食蘋果嚇，冇根本嘢按好，根本算到真的不錯。有進步呢，進步當多。進步唔聽啊！佢之前嚟畢業時節嗬，當冇問。所以係要感覺咩？所以上講，誒條歌片咧，那要按好，根本嗬可以講，因為嗬武漢肺炎本這個都卡好好嘅練啦。好，加油加油！謝謝。好啦，哎呀，一好一比賽哦，各做去沙做去經驗，沙做去果樹啊。哎呀，再較變到嘅，好嘛？好，安子生，好，多謝。再見啦。好，沙雷，你的鬧熱之友啊！哎呦，陳建騏帶來聲音嘅故事。好嘞，嘿，歡迎陳建騏。長夜啦，咿呀咯呀，是啊，心那年哦。飄光漸漸發，還有前有那年咯那有。小孩呀，團那天啦，為呀。山上漸漸發，還有夢中那年咯那有。
小球啊，大彩呀，你呀梦啊真无奈哟，梦真飘送渐渐发，还有春风啊流哦那哟。按傻逼按枪啊！你唔要好咯，唔要客家人嚟衝啊！你客家啊有咩事啊？你真係傻逼啊！厲害咧，好糖，按衝個鹽要準，啊要穩，改專業嘅地方，要準到要強。唔好做到係騎卡卡呢。你阿正人清不清道呢？係咪？鐵拜糖唔一樣用。要是認真練習，係啊，佢唔單止啊呢，聽講就是因為佢喺20幾個關鍵嘛，哦，中間我等1-2年嘅時間啊，佢喺報名其他嘅歌唱比賽呢。哦，正經哦，係嘛？就預備啦哈，嘅甚至電視台嘅。超級鳳年榜嚇，超級鳳年，嘅有啲嘅普信嘅，以前普信牧場，普信牧場有個會縣，就是普信牧場是被三立董事長張榮華買下來的啊，對啊，那個故障嚇，像我鄉下去啊，我就講。很冇寫咗啊！我咩送去看看，結果我有先送，佢冇先送。哎呦！啊，這邊先到誒。哎呀！按就比賽了。按預備啊？咩？我就去給個先生講嚟衝。哦，講唔衝過。哦。其實對方有唱先生誒先訓練過，做啲上台。比賽哦，安尼啊，然後去唱2-3擺，佢講差唔多做啲上台嚟啊嚇。結果伊老愛講唔過我嘅電視台有規定講嚇，你要上台嚇，1年內嚇，拍啥強性質嘅節目唔做唔得上，我就想講按樣做唔得啦。那你大舞台還有年初賽啊，應該就做唔得啲嘅呀。但是人家係屬於客家，屬於客家冇同性質嘅都做唔得。歌唱比賽都做唔得。全部從客河洛歌一樣，全部都會唱。當厲害，哦，唔真厲害呢。對啊，河洛歌咩唱得很好啊。後來哎呀，唱得咩？唐先生就講邊啦。唐先生。好，首先哈，大家看到青台歌來比賽，你就要本人鼓勵佢哋盡心哈。就係我感覺呢兩年圖賽大家就當緊張，不過我想在呢個比賽當中出題做得聽到當然從其他嘅歌曲和個歌詞之外，在青台歌宣傳你啊學習到努力學歌唱，就係講唔係客家人肯做得唱客家歌曲嗬，係你學習嘅目標嚇。介基本從你10年嘅古人就像兩位主持人講嘅，當好談嗬，韓國你嘅韻味表現啊非常嘅好，所以講在你按照小條歌曲來講，其實參賽者大家熱切有一隻想法就係講來比賽中度從小條歌曲係唔會拿高分，其實唔係，在我嘅認為嗬，從小條歌曲其實我感覺很難，因為佢嘅歌詞特日節就冇強用，所以你配解歌詞就當難咧。韓國你講嗬，客家話一字形腔嗬，在小條些如冇唱本咧，你唱跳哦，我來比賽就係唱下正確的。好，所以我感覺了小條歌曲，禮拜呢青台歌用小條歌曲來幫大家就個歡迎一下你比賽嘅歌唱，也當好，也希望你嘅參賽朋友嗬，在比賽嘅歌唱當中，未做得唱到小條歌曲。來幫你談一下嗬，如冇強烈嘅感覺，我希望你。好，好啲啊，要記住哦，演出要記住，係啊，3萬，邊啊嚟？哦，係等排泄啦，一般犧牲去嘅，少參加幾個節目，唔係
捌人家唱完，我相信家个海鲜还有机会嘛。人家比退以后张过去，好再过去报名，好，对人家个后上人安尼，好传。分太几个堂堂。系咪？传出去分大家堂，啊，安这些，来坐下，坐下，好了，撒下来啊。撒来，郑景荣带来三个字。好嘞，唐官啊。因為花蓮之光啊，花蓮之光。係啊，花蓮朋友當多啊，因為我當然要部分嚟來參加呢節目，但是哈，有啲可能就是花蓮嘅學習嘅資源冇咁多，冇咁多啊，花蓮推動嘅。係啊，所以可能來比幾百都不比人國體都專業嘅，但是你說很厲害啊，厲害，幸運一點啦。冇啦，有講實力啦。上面要講要亮，可能接因為啲散彈風嘛，衝山歌就有啲散彈風，所以個上面非常嘅亮，好嘛？對嘛？我散彈衝咧後咯，有朝來行嘅啊，見衝見到，真見啊！哦，你話中喺農作物已經冇到種嘅，專門後嘅。係啊，個山歌險四條喺上啊，見到見到嘅。最後嘅最好嚟如果到唔乜嘅事種嚟。唐到衝過就好食嚟樣。啊，第一個不講啊，山當本來種的果子，你也冇法度種咧。哦。種得飯瓜咯，撐必死。哦。飯瓜，係啊，可以投資啦。對啊，種下多啲必須。真係啊！哎呦，跟人嘅神有一發嚟咯。三甲人梯，三甲人梯啊，一甲起差唔多2000人平，或3000。哦，按梯3000人平，3000人平啦。哦，幾萬平啊，萬人平咧。佢幾3條墩啊！哇，佢喺3條板，俾佢做到吊嚟，台邊係咪紅人嘅？哦，可能我買吊多嚟啦，好冇？來咯，中田。哦，梯檔多，仲住中央山脈，我記得你。係啊，哇！所以就全部荒廢啲嘅冇啲種地。誒，荒廢20年。20年。所以人家冇上去講嘅嗰啲啊。我哋應該上海講啦，啲冇啲咧，佢嘅都估一估得佢咯。哦，你冇上海講就嗌佢講。有第二花蓮啊，推動嘅咩？花蓮好山好水，真係好棒。真好意嘅。去前面啊，微妙嘅。哦，微妙。來看發圖喎。好啦，開玩笑嚇。先生講一下，小華先生。你哋金融啊嚇，類似。花蓮也係推動啊，推動兩邊都有，兩邊都有，嗰條會水真好，所以種出嚟米真好食，紫松米嘛啊，富里米啊非常好食啦嚇，啊就像你咁樣嘅顏值強浪，就世界就個水嗬，所以創個當浪調，顏值非常非常嘅嗬，表情也真好，因為你創久了嘛嚇，
唱到个下话都帮伊写出来，你唱看啦。嘿，有灵性的，他唔唱唱。唱个我还没唱啊，老处都帮伊写落来。这就唔好咧。签署，要签署。签署呀。哎呦，阿娘个啦，啊，今原土哦，有亲拉吼，音乐啊亲强，人讲高音准嘛，吼，中音一样。大音爱稳，伊非常有主冲度，吼，所以今日呢首歌曲我本日看听，毋过要记得天机，爱唱三个手开嗓，莫手开嗓，开嗓，开发开，莫强啷哦。所以你要记得，你一唱歌之前先将四咬张来，唱家起码我讲的，我要从头讲，三档唱三个，强啷就三四哦，莫强啷。所以人家唱到手开嗓，你啊只咬死是无做唔得，一个真，吼，你还能够更加热情，要参加噶其他更加好节目咯啊，坚持去 PK 啊，加油！好来加油啊嘞，哈，安燕来都要，好，谢谢，好，来个，回座先，好嘞，好嘞，好，沙雷，马上你带雷平板，好嘞，躺个啦哈。生喺度將會在路屋喺婆婆嘅屋行，古仔要慳嘅時間喺會唱三個半喺婆婆彈，唱到後彈要順，幾時會講過關？過關。扛着它港。聽你說冤氣好啊？聽我用講。唔係，已經簽。T C 龜唔是在那叫啦，24對嘛？係啊，P 天馬上都進行咧，對嘛？中間冇松體嘛？冇啦，講松體會變記啊？來用吧。讲什么？好糖好糖。还有好糖好糖。几个算踢到几？22龜。22龜踢到名？踢3名。哎呦，衝亂風那是踢3名點點啊！人家幾個踢名係乜嘢？吳宇珍。吳宇珍。哦。吳宇珍。哦，本來都吳秀純那個。見妹冇來。哦，安尼要不要有好變哦？這個當中有去好好練習冇？都冇下練習。冇下練習。係，拜六嘅生喺度將會在路屋喺婆婆嘅屋下。係。地哪邊？新埔。新埔。哦。
係啊，啊，不然有限的時間，我會從3個半愛泡泡糖，因為仲愛平時。哦，咁啲無糖幾得呢？係嘛？誒，唔係，按人都冇下。哦，客廳啊，嚇。哦，客廳係，啊，床到好糖又順，幾時會講過關？過關，給你亮燈就衝。有婆婆啊？幾會床係冇？幾唔會床，幾會糖。幾會糖？哦，幾多歲啊？83。83歲。83歲。哦，哎呀，婆婆你好哈，哎，有限時間的會床就來按你節目床。床一下門太起家糖，係嘛？同乜街啊？林先生快受不了了。喂，有上次真有人佢冇一天冇床啊，但是佢有糖，喺那邊床，所以你就固定的得禮拜呢專去床邊糖嘅呢。係啊，係。個關就有先時。係錯。當順啊，冇埋貼脫到，幾歲講過關。過關。好少人用真用青鋪啦。係啊，要當我啊，專去啊，你創國嗰本啊，你泡糖啊，泡咩懷疑啊？天倫之樂，真係好嘅好嘅。好啦，安尼總體嚟談先生公平啊。來，欣賞。好，啊，宋明哈，你也係當標準的平板的。一般的唱腔啊，佢咩聲音非常好，喺度兩吐一拉嚇，佢則個節拍嘅音準咧就嚇做到 OK 嚇。雖然講222國家係第3名，但是一段時間過後嚇，人總是會進步，所以日個聲音、日個唱腔嚇比以前好加當好。嚇，希望能夠來保持嚇。加油！什麼先生？莫先生，安尼好好嘅比啦，因為冇比賽嗬，冇比賽，可能我較強壯。係啊，衝得清紅啊，知道。係啊，希望同一種強壯嘅心情嗬，帶到以後去。比賽點會到？比賽到就唔會緊張嘅，好嘛？好，係，謝謝啊，阿志先，好，準備當我坐。沙來嘅四阿妹鄧千叫，吳丕元帶來羅山歌。哦，係，後生人鄧係叫唔怕啦。唔怕啦。好嚟嚟彈噶啦。丕元好，丕元算運氣好啊。用過。咩？已經千T C 龜唔是等人叫啦。24龜啊，對嘛？係啊，比佢馬上都進行嘅，對嘛？中間冇鬆體嘛？冇啦，講鬆體會變幾啊？你？
难用吧？我啦，讲清楚，我啦，讲笑啦。所以你要不要来讲，皮也绷得很紧哦。对，绷得很紧。个个实力高强哎。对呀，每一个都是高手呢，高手中的高手呢。对吗？就会记得就会人就会學識動叫嘅，係啊，然後冇啊，啲顯發個佢都冇學識吧？係啊，伊講佢慫體嚟啊，佢慫體嚟，冇啊，可能當然人嘅慫體嚟。廖崇發先生講疫情當中佢冇辦法去練習吧？可能佢就唔敢講佢學識吧？對啊，從頭到尾前尾讀書嘅，都眼冇讀書啊，可以答那樣，保持一點那個神秘感。對，有的很就是有的人很會唱歌，有沒有？哎，不好意思，我唱得不好，一上台，嚯，這嚇死人，有當多安尼呢？就講唔會講，結果最強嘅就當厲害，實力清好。對，陶唱波嗰種，有時候就繼續上網就出嚟啦。係啊，認真學習，變下嚟，好嘛？好，嚟，希望咧後生一批做得有好嘅成績，係啊，好嘛？好，嚟那邊先生。培訓從嘅咧羅山歌吼，其實係參與累積賽時節，對自家唱歌嘅咧興趣表達嘅一隻歌詞，好，所以最近咯，你係咧下開始表演圖賽係漢地嘅當認真嘅咧態度當過來比嘅，所以其實從起來漢係非常嘅好聽，嚇，所以係講羅山歌來講啊，因為你聲音嘅聲音下亮，嚇，所以你從高音那些彈起來，哇，本人感覺都好聽，嚇。咁講呢，其實羅山歌嘅咧高音唔係聽講係全部係用在特技，比如講呢個提示技就係最好嘅一隻示範，嚇，因為你係唱歌嘅嘛。咁講要另外一隻唱法，唔是講特技對調動歌，明陽是海，小河呐。好，係從安樣嘅方式，其實未當好聽，嗬，你就係本聽眾朋友去參考一下，嗬。喺講到培訓自家就講嘛，嗬，其實呢個演賽基本全國以後係最細嘅，所以你係比賽演圖賽對你係聲音同睇音都有，所以才你係演圖賽嘅。正式嘅比賽之前，我想係鼓勵你，就係冇唱一次間咪當謙虛，講到當好嗬，就係按你聲音咧來比賽呢，其實係考驗，嚇，俾你嘅考驗。從你都睇音冇講錄音嗬，睇音嗬，佢就從嘅係經驗，嚇，所以按你來學習咁樣嘅想法係正確嘅，嚇，希望你在演圖賽也有當好嘅表現，希望你。好，繼續認真嚇，拼下去，希望啲演出比賽有好嘅成績，好啊，好做得咯，謝謝，大家，好，謝謝，好，安尼今日安尼喚起記憶啊，哈，唔得啊，哎呦，記得啊，對，下一禮拜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咩啊？好，得啊，繼續來看一下，我大家想記得那個啊，第幾啊，我賭他，真的啦，你啊，這個私底下有賭盤也沒有關係啊，對嘛？然後切假不卡贏啊，對，你好賭穩贏就會啊，你係嘛？硬啲嘅，驚人唔清楚。好啦，好。中國朋友應該動作極日來報名。打天花雷，浪六六六六七浪，浪六浪還有傳真天花浪117778 1 3 1。好，等大家來報名哈。打天花雷哦。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我們要多謝辛苦評審先生啊。謝謝。是某公益演出賽的哦，繼續加油！演出賽的傳真打，加油！是某小強老師，還有莫翠先生。謝謝老師們，謝謝。好，工作同仁們，大家辛苦了，謝謝大家了啊！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農業大比賽，農業衝下來，再見，拜拜。
的上大山啊，给看见啊，水啊来上啊，个啊心就来惊啊。講起心上來生啊！两个山啊子，走来青春长啊，一面啊，地就笑呢模样，一面啊。浪呢？虽然来破噶，技巧家前來自難，恩感情沉默來講啊，兩個太平洋啊。